係邊個發明嘅輪胎啊？居然吉釘唔漏氣，搞到我而家鋪頭嘅補胎生意直落喎。網上都講，哎呀，好多嗰啲吉釘唔漏氣嘅輪胎，究竟係咪咁神奇嘅？嚟啊，婷姐親自帶你嚟測試下，乜嘢係叫做吉釘唔漏氣呢？鏡頭拉翻少少，嗱，而家婷姐求其篤一個啊，冇漏氣係嘛？繼續第二個嚟啊，依然冇漏氣，嚟啦，第三個我哋吉到你哋滿意為止啊，依然都唔會漏氣啊，不過我吉邊度啊，依然都冇問題。呢個呢就係我哋嘅自修復輪胎。如果你架車想揾翻呢款安全嘅輪胎，第一時間真係要揾翻婷姐，我可以幫你介紹呢款功能輪胎嚟嘅，又安全又抗噪音，然之後防靜電防老化，最緊要嘅一條呢就係有質保。第一年嘅話365日，如果出現咗鼓包或者係撞爆開嘅話，全部都可以用一條新嘅。3年6萬公里咯，如果出現咗漏氣，歡迎有